而家你揾個最舒服嘅姿勢瞓低，可以輕輕調整一下你嘅枕頭，拉好張被，感受下自己成個人都被柔軟嘅被包住。今晚呢度得返你同我嘅聲音，我係 Doris， 一把真實嘅聲音，一個明白你、關心你嘅朋友，陪你一齊行入深層嘅寧靜。想像下自己而家就喺最熟悉嘅床上面，被軟綿綿嘅被包住，間房溫度啱啱好，空氣入面有淡淡嘅洗衣液香味，你可以感受到張床褥托住你，棉被嘅溫度慢慢滲入你嘅身體，好似一對溫暖嘅手，輕輕咁擁抱住你。呢一刻，你唔需要再諗今日嘅煩惱，亦唔使擔心聽日會點。你只需要感受住被包圍、被保護嘅安全感。今晚呢度細細地嘅空間只屬於你，你可以完全放低自己，等自己被溫柔擁抱。而家將注意力放喺你嘅呼吸度，深深吸一口氣，感覺一下空氣入咗你嘅身體，好似溫暖嘅棉被咁，慢慢覆蓋你每一寸肌膚，跟住慢慢呼氣，想像所有壓力、焦慮同疲倦都隨住你嘅呼氣慢慢離開。我哋再做3次深呼吸，每次吸氣都吸入新嘅能量，每次呼氣都放走舊嘅壓力。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。而家你嘅呼吸變得自然、平穩，你會感覺到身體一啲一啲咁放鬆落嚟。我哋將注意力由頭頂開始，慢慢掃描全身，想像有股溫暖嘅能量，好似被竇入面流動嘅暖流，由你頭頂慢慢流落嚟。呢股暖流經過額頭，令你嘅眉毛、眼皮、
面珠都變得柔軟，你會感覺到面上每一寸肌肉都慢慢放鬆。暖流繼續流落嚟，經過你嘅頸、膊頭，你會發現膊頭上嘅重擔慢慢放低，好似放低咗一個孭咗成日嘅背囊。你對手掌都開始放鬆，手指微微張開，好似被竇入邊嘅樹葉咁，靜靜咁休息。呢度暖流繼續落去，經過你心口、肚腩，你感覺到每一次呼吸都更加深沉，好似被竇入面嘅空氣咁溫暖柔軟。你背脊、腰、雙腳，甚至腳趾，都被呢股溫暖嘅能量包住，徹底放鬆。想像你腦入面有一個櫃桶，呢個櫃桶裝住你今日所有嘅煩惱、未做完嘅嘢、未講出口嘅說話。而家你可以暫時閂埋呢一個櫃桶，鎖好，因為你知道聽日太陽升起時，你可以再打開佢。但係呢一刻，呢啲都唔重要，因為你值得擁有一個屬於自己嘅夜晚，一個只為自己存在嘅寧靜時刻。我哋一齊倒數，由10數到1，每數一個數字，你都會覺得自己更加放鬆，更加下沉，更加接近深層睡眠。10，你嘅身體開始變重。9，你嘅思緒開始慢落嚟。8，你感覺到溫暖包圍住你。7，你嘅呼吸越嚟越慢。6，你感覺到安全，被保護住。5，你離夢境越嚟越近。4，你聽到遠處輕柔嘅聲音，好似搖籃曲。3，你嘅意識開始模糊。2，你只剩低溫柔嘅感覺。1，
你完全放鬆，進入深層嘅睡眠狀態。呢個晚上，無論今日發生咗咩事，你都值得擁有一個安穩嘅睡眠。我嘅聲音會陪住你，直到你瞓着。你會發現，聽日瞓醒嘅時候，身體更加有力量，心情更平靜，能量充滿。親愛嘅你，晚安。你真係好叻。你值得被溫柔對待。而家，請安心入睡，等夢境帶你去最靚嘅地方。